2026年5月31日每日靈修，享受在主裏豐盛的恩典。567放下和得着。每日靈修小品。經文：從他豐滿的恩典裏，我們都領受了，而且恩上加恩。約翰福音1章16節。小故事：一位父親放了一罐裝了很多1元硬幣的餅乾罐子在桌上，他對女兒說：你可以從罐內盡量拿裏面的硬幣。女兒很高興也很心急的馬上伸手入罐內。當他找滿一手硬幣要拿出來時，父親又將另一個裝滿了5元的罐子放在桌上。女兒見了，也想要拿些5元，但當他想要把手抽出罐子時，找着滿1元的手卻抽不出來。然後父親又加上第3個裝滿10元的罐子在桌上，看見比1元價值更多的10元，他心裏充滿渴望，但卻覺得很困擾，因為他堅持要找緊手中的1元。其實，唯有捨得放下手中價值比較少的，他才能夠找到更有價值的。默想：有時我們就像小孩一樣，看見神賜給我們美好的事物，卻很容易享受和安定其中，而忘記了信靠神會繼續不斷的賜給我們更好的。選擇有智慧的相信神會按照他的時間，在我們的未來賜給我們更好和更適合的吧。禱告：親愛的天父，你是一切豐富的內容，你的恩典是一生之久。我越向你敞開，你就越湧流不斷的賜恩給我，帶給我生命有更多的喜樂。主啊，謝謝你，從你的豐滿裏我領受了，而且恩上加恩。我領受了你的恩典，也要盡量時常與人分享，見證你的大愛。禱告是奉主耶穌基督的名，阿門。